约翰一书5章4节说：“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哈利路亚！这时候，我邀请你们一同站立在神面前，带着信心宣告：我们的神是胜过世界的神。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哈利路亚！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的神。是的，神他是胜过这世界的神，神也是使我们得自由的神。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
深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地生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是的，神也是使我们的自由的神，让我们持续来呼求你。神听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深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地生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弟兄姐妹，这时候我邀请你们一同开口来祷告，为你们现在生命中捆绑你的，是你无法得自由的事情，一起开口来祷告。为我们无法得自由的事来开口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你真是引领保守我们的，主你是使我们胜过困难的，主你是使我们得自由的。我们持续来到神面前继续敬拜。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出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弟兄姐妹，这时候我邀请你开口来祷告，为你的家庭，为你的职场，为你的教会来祷告。是的，我们张口来为这些来祷告，求神降临在这里。我们同声开口，我们要来到面前，向主来祷告。主，我们愿我们的家庭是主你降临的地方，我们愿我们的职场是主你降临的地方，主，我们愿我们的教会是主你降临的地方。是啊，在热市的里面，主，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就活出主你降临的地方，就在教社地里的孩子教会，来在学校的每个孩子教会，好一服侍来到教会，是的，主啊。就说大大张口，我们就大大充满。
观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面，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高如云，浇灌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面，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以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主，我们欢迎你，欢迎你莅临在这里。主，我们欢迎你。当我们敬拜、我们赞美的时候，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主啊，我们呼求你，圣洁的主，从创造一直到现在，永无止境的，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每一次我们的敬拜，我们正渴慕你的同在，渴慕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渴慕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当我们敬拜、我们赞美你，不是只有一种、两种，而是更多认识到你的属性，更多你的能力，更多你的恩慈。主，谢谢你，让我们一同在敬拜当中享受你的同在，在敬拜当中看见你的荣耀，在敬拜当中沉浸在主，你如何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忧伤当中得安慰，在病痛当中得医治，在我们寻求的道路当中有你的指引、你的带领。谢谢主，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看见你属天的荣耀。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你。谢谢主，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更多的这样祷告的动力在我们当中，把祷告的烈火是在每一个家庭，因为你知道我们家庭的荒凉，你知道我们教会所面对的危机，你知道我们的这个世代，我们这个国家所面临的这样的危机。主，我们恳求你，真的是在我们当中也兴起更多的人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寻求你的面。我们这样同心合的祷告，都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更多认识主的名，我们来赞美他，来敬拜他。透过思念神的名，让我们认识他是永恒的神。弟兄姐妹，在希伯来的这样的一个字 Elohim 是神他是无始无终的，他自有永有，他也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对他来讲，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他的计划永远长存坚定了。他要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未来，新的盼望，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当我们向这位神弟兄姐妹，当我们向这位神祷告的时候，可能在你的灵里面觉得这个不可能了，但是在你里面始终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所以
我们看见这位神是最初的，也是最终的。在他灵里面，他是拥有这样永恒的，不是像一般的世界这样的一个短暂，他是永恒的神。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更多的认识他。来，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在别是巴立的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各起身回非利士土地去。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上一棵垂石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位永生神的名，他是什么无始无终的，所以一切都是从他开始。所以我们怎么样赞美他？主啊，在你有永恒的盼望，因他是永远的生命力。所以我们面对人的短暂，我们知道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停止，在这位神里面有永恒的生命。我们的姐妹的父亲在昨天蒙主恩召那在哀伤当中感谢神，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不至于绝望。因为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即使我们碰到死亡，都不会让我们跟这位神的爱隔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赞美，他是永恒的神，他是永远是生命力给我们的神，他是起初也是末了的，如今他依然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开口来祷告。你所认识的这位神，你向他来感谢，不是只有停留在刚才这一些不是只有停留在这些，你自己都感受了，哇，主啊，你是怎样的神，你就开口祷告出来吧。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啊，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啊，你是永生的神，你是永恒的主，主啊，你是有永远生命力的主，主啊，你是起初你也是末了的主啊，我们要赞美你，敬拜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依靠你，今生短暂，但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属天的能力，属天的看见，属天的盼望。谢谢主，兴起更多你的子民一同来感谢、来祷告、来赞美你，因为你的名是可称颂的，因为你的名是直到永恒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兴起更多的子民来向你赞美，来向你敬拜。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但是主啊，你是那永恒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创造我们，起初你就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特别是我们人，按照你的形象所造的，你说甚好。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虽然我们真的是犯了罪，但是主，你竟然用你的独生儿子来爱我们，来换取我们，使我们有那永恒的盼望。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人算什么？我们只能最长可以有120岁，或者是有办法到150岁，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主，你是这150岁的好几千倍、好几万倍，甚至是无止境的。但是主，你竟然看重我们，你看重我们每一位现在凡是还有一口气呼吸的。主啊，我们今天何以还活着？主啊，我们岂不是就是要完成此时此刻？主，你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家庭，在我们的社会，特别是在我们教会的这个时段，在这个时刻，在这个世代，主啊，这是一个很无力感的时代。但是主，你是那永恒生命主的。主啊，你邀请我们，主，你让我们有福分在这永恒里面，即便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一滴水而已。主啊，你却是悦纳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在那永恒的长河里面。
我们的生命就有意义，我们就有盼望。因着主啊，你是那永活，你是复活的主。主啊，因着你永生的盼望，使我们在有限里面，主我们就感受到主你那无限的爱。主啊，我们就感受到主啊，你呼召我们要此时此刻我们要完成的。虽然我们觉得有可能吗？主，你再一次告诉我们，再一次牵着我们的手，说：“孩子，你看我，孩子，你看我，你祷告的时候，你看着我。”主，你说你是永远有办法的主。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你告诉我们，孩子，我必定不放弃你，我必定牵引你，我必定牵引你跨过这个困难，不管这个困难有多大，因为主就是一切的答案，主就是一切的福音，主就是能够翻转一切。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赋予给我们这样子的意义，你赋予给我们你的能力，因为你就是盼望。主，你就是我们的喜乐，你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感恩，也承认我们的软弱跟亏欠，来到神的面前。那像这位神Olam 在希伯来文的经文里面出现大概400多次了哈。那它的意思就是永久的、无穷的、永远的、持久性永恒或是亘古。那 El Olam 它是永恒的神或是永远的神，在圣经中出现4次，这个字是指他的国度、他的律法、他的约定、他的应许等等哦。那意思就是说，这位神是充满在各样的时空，所以无所不在啊。所以当我们走到哪里，我们祷告，他就在那边哦。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一起来。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感谢神，透过他自己的启示，一个一开始烂，让我们知道认识他。感谢神，让我们领受从他来的能力，何时软弱靠主，何时得刚强。因为神使你的灵魂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看见今生的短暂，但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是我们要向神感谢的。我们要承认我们过着与天国无关的生活态度，可我们远离了这样的一个神国的态度。过来这个主日牧师要讲天国降临哦。我一直在预备，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更多的认识什么叫天国降临。我们在祷告主祷文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真的知道吗？认识吗？我们重新要悔改，来到主的面前，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然我们就随便祷告。我们要为着自己在怎样的困苦痛苦的当中，可能我们会抱怨神啊，你为什么夺走我们所亲爱的？神啊，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一些的困境？我们不是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而是来抱怨。我们为了这样，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感谢他，过去他如何让你在生命当中如何去经历，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为着我们的态度，可能跟神要我们活出天国的样式是不相称的。我们恳求神来怜悯我们，来赦免我们，来接纳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是小看你。我们知道主啊，你是能力给软弱的、疲乏的，你让他重新得力。主啊，我们知道自己的有限，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何时软弱，我们何时依靠主。主啊，给我们更多的能力跟盼望。谢主，你允许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借着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我们可以得着自由，我们可以得着盼望。主，我们也承认，我们可能有时候过着跟上帝国的国度这样的一个国度观、价值观没有什么相关。主，我们只追求这属世的国度，而不是追求上帝国度的降临。求你怜悯，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赦免我们软弱，为着我们可能我们抱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怜悯我们。谢谢主。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多变、看似越来越没有机会、没有盼望的世代里，主，你却是一位赏赐机会的主。而且主，你不仅是赏赐那工作的机会、健康的机会、时间的机会，主，你更是赏赐生命的机会。你让我们在有限的年日当中，可以经历到那生命气息，可以经历到那使人有盼望的生命，可以让人经历到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掌权者。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也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很多时候，我们在永恒的时间观里面，我们错看了你的恩典。我们总以为教会的过去是人的辉煌，主啊，没有，教会的过去是因为耶稣基督。主，我们以为教会的现在是我们的劳苦愁烦，主，但你说不是，教会的现在是耶稣基督。主，很多时候我们也误以为教会的未来是要有一群年轻人，要有一群儿童。主，你说不是，教会的未来是要有耶稣基督。主，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更深的看见自己的软弱。我们误以为天国降临是以为我们自己眼见的国，但主，你却告诉我们是你的国度，耶稣基督。主，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用你慈神爱所牵引我们，在各样的时候调整我们的生命，好叫你的教会是定睛在耶稣基督，好叫你的教会是活出耶稣基督。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每在祷告当中激励我们的生命，叫我们转向你。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向这位永恒的神来回转感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为着我们的国家来守望，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期待我们的国家执政掌权者，他能够认识到这位宇宙的中心，创造万物的主宰耶稣基督。我们也真的为我们的同胞来祷告，为每一个人，他们在遇到困境的时候，知道有一位神，唯一的神还没有敬拜到。我们先来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国家在面临这样的一个艰困的这样环境的时候，我们为着国家，很多人还在敬拜人所造的偶像，来认罪，来悔改。
因为如果我们不为着在上掌权者来祷告，我们不能脱离这样的一个危险哦。我们也为着整个疫情这样的一个下降哦，感谢主，今天也是在加临啊。但是我们不放松，我们继续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恳求神继续施他的恩手，让我们能够早日恢复我们比较正常的生活。在外交内政，我们看到执政跟在野的这样的一个对立，立法院的空转，彼此的罢免，我们恳求神来怜悯哦。特别在整个疫苗物资这样的一个怎样神来供应来尝试，我们恳求神用他的平安，使我们的国民能够认识他，来代替心中的恐惧。虽然疫情的这样的情况下降，但我知道，我们相信还有很多人心里面是恐惧的，是害怕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了执政掌权者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真的是有智慧，特别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降级的调整。我们恳求神更多这些的医疗人员，他们在面对体力还有这些的医疗的设备过程当中，神给他们有足够的能量。我们也为着高雄城中城的大火，死了那么多人，为了虎豹溪所带来的这一些的意外。这些小女孩其中是教会的小姐妹，我们恳求神哦，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安慰，透过苦难，让我们真的认识到，人真的是随时会面临各样的困境。我们恳求主的灵来安慰这些失去亲人的家人。我们也为着整个疫情所带来经济上的冲突，这样的冲击我们为了这一些的商家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更多的子民他们被放在各个地方、各个破口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开你的口，一起来祷告。感谢你，主啊，哈利路亚。所有祷告可以权柄。主啊，我们在面对国家危难的时候，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需要你来拯救我们的国家，脱离中国的强权的威胁。主啊，我们在国际上好像是孤儿一样，但是你透过这样的疫情，翻转了世人对台湾的印象。主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我们执政掌权的还有在野，能够同心合意，除去要分裂使我们对立的这些黑暗的权势，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国家。主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我们台湾。主啊，在这里有更多的子民起来祷告，来守望。为着我们所面对疫情，你依然保守看顾，也让更多这样的对立仇恨从我们当中挪去。主啊，在我们缺乏当中，你一直的供应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虽然面对疫情的冲击、经济的萧条，你依然使台湾在这样的一个出口有亮丽的成绩。主啊，恳求你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台湾，在这里所面对的这样困境。主啊，你依然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谢谢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生活在你所为我们预备赐福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岛屿台湾上面，让我们在这边生活，让我们在这边敬拜，让我们在这边一起的来跟随你。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先向你来认罪，认我们的罪，因为在这个岛屿上面，我们仍然看到许多的人仍然在拜偶像。主，我们要向你说，我们错了，我们做不好。主，我们不够用心。主，我们不够
努力，以至于这些的偶像仍然在台湾各个地方仍然在盛行着。主，你总是那样子你是良善的主，你总是将你的恩慈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仍然不看我们的过错，你仍然在我们这个岛屿上面为我们赐下许许多多从你而来的恩典，赐下许许多多从你而来的祝福。无论是我们在外交上面及内政，或者是疫苗、医疗物资上面，主你总是供应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你也总是谢谢神，你也总是以平安来代替恐惧。你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主你让我们在这个国家我们的领导者的祝福之下，让我们仍然能够享受平安。虽然是有恐惧，但是很快就过。我们为这一切献上赞美。主，我们仍然要为我们这些执政掌权者，为他们继续来祷告，为他们能够拥有智慧来祷告。主，他们不认识你，但我们仍然祈求神，你能够将你的智慧赐给他们，因为唯有神你的智慧才是真智慧。帮助我们的执政掌权者，让他们在面对现在国家的问题，无论是疫情或者是外交的这些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对岸我们的中国他们对我们的挑衅，主你都祝福我们的执政掌权者，让他们有智慧，让他们也能够用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些的能力来处理这些问题。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免于这些困苦患难，但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带着信心来越过这些苦难跟盼望。但我们知道，在我们这岛屿当中，我们仍然有许多的人，他们过不去，他们正面临着心里面的苦难。高雄城中城的大火，还有虎豹潭的这些的问题，这些的患难，主求神你将你怜悯的心就放在我们的同胞当中，让他们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能够有机会神你就差派你的天使去接触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神，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好叫福音，好叫平安真实的进入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以及他们的家族当中。也求神赐下祝福，赐下盼望及希望，给那些在疫情当中的缘故，经济上面遇到困难的，都求神帮助他们，让他们也有从神而来的智慧，知道如何胜过，如何突破这个困境。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愿意站在破口当中，每一天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同胞，为那些正在受苦、正在患难当中、正在心里面忧伤的人来祷告。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那祝福别人的人，就像神你祝福我们一样。谢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要为着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一起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笑。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弟兄姐妹，你现在疲乏吗？你感到没有能力吗？你感到
我这时候真的很软弱，需要主你的力量在我的身上，靠着他所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凡事都能。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吗？我们一起来为教会在面对这样的疫情，所有的教会都面临很多这一些的冲击。我们恳求神真的是怜悯台湾，陆续也让我们恢复这样的一个小组的聚会跟主日的聚会。今天接到一些的公文，也是慢慢在做放宽。我们恳求神在这样的疫情当中，我们依然有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也恳求神在让我们长职选举过后，怎么样做这些的组织事工的规划。我们也为着弟兄姐妹陆续在施打疫苗的第2剂，求神来挪去这些的副作用。我们为着整个婚姻、家庭、亲子的关系，孩子、家长彼此有很好的互动、学习。青年人面对前面的道路，我相信家里面有很多青年人的，我们都在担忧他们未来方向我们为他们来祝福。只有神才能够指引他们正确的道路，不是我们说了算，不是我们告诉他们就是正确。我们恳求上帝自己来引导他们前面的道路，甚至他们未来的婚姻，他们的对象在哪里。我们恳求神透过这一些的社区事工来帮助人进到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可不可以来承接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为着身心灵受苦的肢体，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来守望。特别为我们的陈道雄牧师也在病痛当中，我们恳求神来怜悯他的仆人，还有弟兄姐妹好多在这样的癌症病痛的过程当中，身心煎熬。我们恳求神来恢复。我们也为了捐主姐妹她的父亲蒙主恩召，求主安慰的灵与这个家庭同在。弟兄姐妹，我要邀请大家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为着我们肢体来守望，来祷告，求神来医治，来帮助，也来安慰，也来指引他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是我们教会的头。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的弟兄姐妹需要你。主啊，在病痛当中需要你的医治，在茫然当中需要你的指引。主啊，在疲乏当中需要你赐他们能力。主啊，在对工作的困倦当中，主啊，你再次使他们重新得力。主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未来的方向当中寻求你的道路。主啊，领受你的能力，寻求你的心意，帮助我们来经历到你那在困倦当中是能力，疲乏当中来加添给我们力量。主啊，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整个疫苗的施打，除去一切的副作用。主啊，特别这些年长者，主你保守看顾，让他们能够经历到你的护佑，你的保守。主，我们也为着这些的就业青年，他们有找到人生的方向来祷告。主啊，求你来兴起更多的这些年轻人，知道靠主来引导他们。主啊，我们也透过社区事工来帮助人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帮助弟兄姐妹，特别是你的仆人。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你是习在、今在、永在的主。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的赞美。主啊，我们也要为教会肢体来祷告，为教会在疫情降级下灵命更新，恢复各小组聚会与训练人人成为基督精兵，生命被更新，社区服务在各岗位上大胆传福音，知道怎样用言语扶持疲乏的人，使他们成为神赐福及爱的流通管道，成为信徒的好榜样，彰显主的荣耀。为检举长职同工后，2020年同工
主编同工，求主赐福，兼顾教会的长职同工，能力与谦卑。服侍主，成为牧师的好帮手，与牧者有美好的搭配，按照神的心意完成主的圣工，为肢体牧师扶持。愿主亲自看顾及带领每一个人的生活。施打第2剂疫苗，零副作用，身心灵健壮，灵力越充沛。为婚姻、家庭及亲子关系，孩子认真读书，在学习上有活泼的思考和分析能力，轻易掌管读书的方法，达到事半功倍的果效。求主保守每位家长的工作、经济、家庭都蒙神丰盛的祝福，建立更深的属灵关系，有美好的家庭。求主用各样的管道装备辅导，使青少年掌管他们的生命，侍奉满有恩膏，生命散发爱和属灵的吸引力，使用他们赢得青少年的灵魂，愿他们的生命成为青少年的榜样，影响力的领袖，成为被差派出去为主的人，为鼓舞家长成长班，使福音种子以发芽成长。主啊，还不认识你的家长，将人意夺回来，他们的人心夺回来，使他们都归回顺服基督，成为你的儿女。为身心灵受苦肢体恳求怜悯。主啊，医治复兴身心灵健壮，求主施恩医治的主，是有平安给亲爱的家人，有健康的身心灵，来向主耶稣肢体力量，他们处也蒙福，路也蒙福。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这位神，他是永恒的善变、易怒、反常、反复不定、优柔寡断，这一些的形容词都不是应用在这位神的身上或者是在我们身上，神为我们所定的这些的计划。在这个世界上，英文常以盖在水泥地上set in concrete。我终于明白孔古力是安怎来了来形容说上帝的计划是十分的坚固。但是我们知道，水泥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坚固但是依旧水来还有一些的腐蚀，它终究会损坏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可以跟神的计划比拟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心意坚定直到永远。我更认识这位神是信实的，是守约施慈爱的。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人会改变，但是神永不改变，他的慈爱永不改变，这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所以只要我们信靠这位主，他是永恒的，他是不改变的，他不是短暂的，所以他能够持续让我们直到永恒。我们要一起来宣告主的应许，我们一起来读来，赞美永恒的神和他的儿子耶稣。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7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7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主，我们再来宣告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
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也了解神他的永恒，所以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应许是不落空的。我们一起来宣告说：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弟兄姐妹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宣告。这位神是给我们蛮有能力的神，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一起来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姐妹，我们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平安就在他里面。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拍手将荣耀归我们的主。主啊，我们要宣告，在我们里面有神你的能力，因为有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就勇敢站立。即使是在困境、在软弱当中，你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软弱的得刚强，疲乏的得能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弟兄姐妹，愿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与现场的弟兄姐妹和线上的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彼此来祝福，愿你平安。平安。请坐。